热逼逼，温度超过30度，比伫咧百货公司内底吹冷气设计的人是一家摸事。不过今年高压用电大户提早半个月实施热天的电池，百货公司、大间饭店和科学园区拢会受到影响。以百货公司为例，热天用电150万度来计算，不是热天计算方式，电费超是790万。热天的电池是会变做1012万，加200多万的费用。若是饭店业，逐个月平均85万度来算，不是热天电价是450万，热天的电价是573万，差123万。那针对夏季电价的调整呢？目前我们都是采取自行吸收的方式。那针对消费者的价格部分呢，目前是没有调整的规划。从5月开始，我们就开始了节电，办公室的温度呢会落在26到28度 C。平常也会多多鼓励员工，只要是3层楼梯内，用多走楼梯来代替搭乘电梯。电表走真凶，面对日头的威力，热天无开冷气实在挡袂牢。一般住户用电是为6月开始实施热天电费。卡出讲一口罩3个人，逐个月用电是300度来计算，不是热天是574块，热天电价是会起到624块，等于逐个月要加付50块。当下月电价的那个单价调高以后，非下月的电价就会调降，所以让全年的平均价格、平均电价呢是没有改变。热天是用电量上济时阵，民众想要省钱，嘛考验民众要如何省电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